醉斜阳，两泓清水落轩堂，来要看客上云霞，我的新衣裳。城中或暮鼓写一纸虚妄，看成王败寇，又徒作精装。俗世间再多的尘土，都不过一滴阴阳。感恩可下可曾经过苦不荒凉，已经学会原谅疯狂，反正世界本就这样。要山水画人间，梅花鸡瓜浮世有凶险，烂岁月在世间，上有盏灯在风中摇曳。一江水又一江月，丈量世间，永不负悔，何人为归？可下可知眼前是谁？这把黄金刀是我陈家代代相传，你已成年，是时候在祖宗面前将刀传给你了。哇，没想到我们家还有这样的宝物！这把刀蕴含陈家始祖的武魂，你若能接下此刀，便是得到了始祖的认可。哎呀！爹呀，这刀怎么这么重啊？没有勇气的懦夫，是担不起我陈家未来重担的。你走吧。您还在为力量不够而苦恼吗？蛋白筋肉改造中，为您解决烦恼。别跑！等等我！哎呀！哎呦，别打了！力量失控，一直都是老王家的传统异能。还是令令靠谱一些。令令啊，我看教导妹妹控制力量的任务，只能交给你了。可我自己也还没完全控制住。您还在为无法精确操纵力量而苦恼吗？蛋白筋肉改造中，你身边的力量专家，购买黑金卡即享高端会员福利。今天，王令特意带着刚出生的妹妹来到此地。精准控制力量，还需从娃娃抓起。相传，蛋白筋肉改造中的训练器械是整个松海最坚固的。请问您二位是？原来是来报名的。不过，带婴儿来本宗训练，恐怕会有危险哦。我是来给他报名的。啊！哦，哎，王令师兄，
王烈师兄早呀！早上好，孙荣。小温暖，你也早上好呀！孙小姐，你认识他吗？按规定，黑金卡超级会员可以免费携带不超过2名亲友入内，是吧？这是自然。二位，里面请。麻烦你了。没关系的，王师兄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蛋白筋肉改造中的健身器械是全松海最结实的，虽然对王暖妹妹来说有点轻，但日常训练肯定没问题。苍龙先生，啊，是陈扳手的声音。苍龙先生，这是松海最大的健身门派，我想快速提升力量，请您收下我吧。哦，真的吗？那老夫就……虽然您在大赛上被金灯法师秒杀，但依然是我的偶像。你有黑金卡吗？黑金卡？只有持有黑金卡，才能在总部接受老夫的亲自指导。好的，那我去办一张。黑金卡需要每年缴纳100万灵石的年费。100万！苍龙先生，陈超学员是我的朋友，他也是求学心切，请您通融一下。看在孙姑娘的面子上，老夫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我们会特例招收有天赋的弟子，只要你能通过3项考验，老夫就同意给你授课。谢谢苍龙先生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不过是一个穷酸又爱口出狂言的筑基小鬼，想要通过考验，真是痴人说梦。竟敢当众让老夫难堪，老夫也要让你在同门面前丢丢脸。来吧，你若能撼动这只沙袋，便算完成了第1项考验。这有何难？沙袋里装的都是万年玄铁砂，元婴气之下，无人能动摇。弄死我了！怎么会这么硬啊？师傅，就他这水平，还想拜师？果然和猜想的一样，力量远远不够。进行下一项考验吧。动静。师傅，这台机器是新引入的，已调试完毕。感觉这里没什么人呢。这里是新手区域，真正的大佬们觉得这里的器械不够看的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刚才的考验对你这样的外行实在太难了，这次不如请孙姑娘先来演示一下。好的，前辈。不错，在老夫的指导下，孙姑娘只用了几周时间便脱离新手阶段了，果然天资优异。多谢前辈夸奖。既然孙师妹能行，
那让我也试试。我对我的力量可是很自信的。请赐予我力量吧！起来了吗？没有啊，陈白手。你的手出发你的方式不对。陈白手，你没事吧？陈白手，你没事吧？快把它放平，人工呼吸。王林师兄，王暖妹妹她……孙姑娘，怎么了？没事。这只充满勇气之力的杠铃是老夫的师傅传下的。前辈的师傅？不错，这只杠铃中素有师傅的武魂，只有心无畏惧之人才能将它举起。都是武魂吗？当年我可是花了5年才克服了恐惧，举起了它。是啊，小鬼，就连我也花了3年。听你想一次成功，根本不可能。小子，你只要能将这杠铃举过腰间，老夫便算你通过考验。没有勇气的懦夫，是担不起我陈家未来重担的。这样的小鬼只会说大话，嗨，不多练。加油，陈超！要放平心态啊，陈白手。哎，你看，小王暖都给你加油呢。你们说的对，我应该相信自己。起来！这小子竟没有被师傅的武魂影响。竟然抬起了一点点。太好了，你成功了！奇怪，怎么动静那么大？是你干的吗？什么？他就这样水灵灵的举起来了？
恭喜你来，陈畅师兄。好小子，居然一次成功，证明师傅他老人家很认可你呀！徒儿，怎么？徒儿莫怕，为师亲自给你做人工呼吸。师傅，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，他虽天资有限，但为人谦虚勤勉，咱们门派终于后继有人了。啊？什么？呀！你就是苍龙真人吧？成为我的一部分吧！没想到才1天时间，你就重振旗鼓，还能取得苍龙真人的认可。爹，这次我一定没问题。啊！爹，我好像闪着腰了。6月晚风吹过，月光流入银河，滋养那颗星星从夜空中滑落。钟声带来了一滴宇宙的眼泪，她就是你我最最可爱的妹妹。请你别怕，这里有我用温柔细心守候，给你无限的自由，渴望的都为你寻求。就好像是经典时刻，生活全都成了传说，让每颗星球用爱为你演奏，让你明白，在我心里是第一位，让你依赖，你是最